来看上帝的话，《使徒行传》第2章为40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为40节到47节。现在我来读。果然我侪侪话干净来苦劝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即个邪恶的世代。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3000人，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三角交会八饼祈祷。众人拢听赢，使徒搁行侪奇事神业。神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物公家用，搁袂散不散家业，照逐人所欠用分互因。日同心全部伫殿内，也伫人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罗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咱圣经读到这，要来听龙斌牧师伊今日所讲的信息，诚做受欢迎的人。来所恳请这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我当代表圣经行业来着用这请安细声，照机会甲大家做伙来敬拜，感谢上帝恩典。伫讲道进前，请容我大声代表圣经行业向咱请安。圣经行业甲我有2项真要紧的关系。第一项就是伊创立的时阵是拄拄我出世的时阵，安尼拢总是。我即摆73岁，所以圣经行业已经创立73年。第二个关系就是我受派，我新行业毕业，开始受派的时阵，就是受派去圣经行业实习。伊当阵圣经行业所做的事工，真要紧，就是咧培育这平信徒的这教育。伫伊当阵有设立真侪4、5个科系譬如讲。有即个教会事工系，就是培养教会的干事，嘛鼓励因会当去读神学院。有英文系，嘛有音乐系，嘛有幼儿保育系，就是培养即个古早真侪即幼稚园的老师，拢通过遐有真好的教育。总是因为时代变迁，后来即款学生其实伫遐培养的即学生，大概拢是。高中毕业去读，大概算大学的业，即款的业但是后来即款的学生愈来愈少，所以即马圣经行业转型，专务做信徒的训练，无论是传教者，或者是中职，或者是青年妇女，互咱今仔妇女，诗班吟诗真好听，归荣光互上帝或者是咱的少年需要无相关的训练。圣经行业拢会当甲咱客制化，甲咱安排所以有需要准备真侪讲师，真侪遮节目嘛是真需要真侪遮经费，所以请咱若伫祈祷中替这个圣经行业继续来带祷，请咱嘛好好连会当使用咱周末内面的奉献地来表示咱对圣经行业关心，欢迎安尼甲咱请安细声，嘛咱继续关心这个圣经行业。请三角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每一摆阮会当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阮的心拢充满感激，因为是上帝你的疼，甲阮靠做伙，阮才会当伫上帝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伫遮做伙来敬拜、交陪、代祷、关心、扶持甲帮助，这是何等水的事！总是主当阮咧享受即款的恩典的时阵，到底阮的教会伫每一个所在是设立，阮有什么款的使命？阮诚做上帝你的儿女，阮伫生命中间还有什么款的见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阮要做伙来思考。
这个时阵恳求上帝你亲身对阮来讲话，互阮有安静的心，会当平平对你的话中来领受上帝你所要互阮的教示，互阮的生命会当更较丰盛，互阮会当更较活出生命意义来荣光你的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圣经，我想有侪人也拢真熟，总是我毋知咱咧读圣经安尼样样读过的时阵，伫这段圣经内面有倒一节对你是感觉讲，马上拍动你的心的，有无？咱拢总有读七八节的圣经安尼读过，你有感觉倒一节，马上伫你的头讲，哇，这段圣经真正真要紧。对我来讲，是第47节所写，就是讲初代教会得到正百姓的欢喜，主将得救的人加添，日日加添予因。是安怎这节的圣经对我有特别要紧的提醒，对咱嘛是真要紧的提醒。伊咧提醒讲，教会上帝的教会，无论伫什么所在受设立。咱的使命，咱的目的是甚么？咱就是要得到众人的欢喜，会堪比互上帝甲得救的人日日加添赏赐互咱。这是咱每一间教会拢爱常常放伫阮内放伫咱的内心的一个功课。总是，咱来想看觅啊，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是安怎会当得到？这百姓的喜爱，初代教会是安怎得到正百姓的喜爱？信主的人是安怎会日日加添人的中间？第一，咱看会到就是讲圣神的做工。你甲看保罗彼得一天的讲道的中间有偌济人来信主？讲约略有3000个人信主，哇，真无简单。我想这嘛超过彼得所受的一天的讲道有3000个人的信主但是咱若阁继续落去读圣经，是安怎？这间教会得人的欢喜甲肯定，除了上帝做工、圣神做工，另外一个真要紧的因素，就是讲，这的兄弟姊妹初信主的兄弟表现。因为咱讲到教会，教会毋若干一个水的建筑物，教会包括建筑物甲包括人，水的建筑物会吸引人来参观，对无？像咱哇，咱的教堂哇真水，逐工拢有人来会来参观。但是水的硬体，人会来参观，总是会互因主动来信主无拄拄啦。较要紧是内面的人的表现。你甲看，这间教会初代的教会。是安怎因会得到众人的欢喜？一定是因的生命改变，因的生命有真好的见证，得到人的肯定甲欢喜，一定是安尼来嘛。初代教会一定无拄讲有真水的建筑物，但是因为因的生命改变，因有真水的见证，连带安怎嘛有教会伫遐受众人的欢喜，众人的肯定，我感觉这种要紧。对于今仔日的教会来讲，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表现，会当互人甲咱肯定，这嘛是吸引人进入教会一个真要紧的因素。我会记得我伫少年的时阵，捌去美国有一个州叫做奥克拉荷马州去一间教会参观，叫做第一社区教会有1500人在住的教会。但是阮遮外国人差不多1、20个入去一丝我都无清楚感觉。迄内面的会友，互你一入去就感觉讲，好亲像入去恁兜共款，足温暖。我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本来我是想讲要去机构做牧师就好，但是我当就决定讲我要去牧会。教会就是爱安尼，内面的人一互你入去就感觉哇！足温暖，你就足想要去这个所在聚会。我想这是嘛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互咱的一个典范所以早起短时间要甲咱来想讲，到底
初代教会会友因有甚物款水的表现会当吸引人吸引人进入教会，会当得到人的肯定第一，咱要讲的就是讲，因的生命有真好的见证，有美好的见证是安怎讲你甲看，一天信主3000个人信主呢一天的报道会讲3000个人信主，这个人拢安怎生活？圣经甲咱真清楚描写，真简单，因讲因拢专务遵守使徒的教示，搁三角交陪，八饼祈祷，搁讲因日日同心合意，专务伫圣殿内面，而且伫厝里来八饼。这两节的圣经真简单，甲咱提醒讲哇，基督徒也是讲上帝儿女要有什款的表现，而且真简单甲咱说明，什么是咱来用今仔日现代话来讲，什么是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就是因拢常常在遵守遵守圣经的教示。什么叫做三角交陪？就是因彼此拢互相接纳，3000个人做伙呢要互相接纳，有遐简单但是因伫遐三角交陪，因逐工伫圣殿伫厝里伫遐八饼祈祷。什么是八饼祈祷？就是守圣餐嘛，就是日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哇，我感觉这几项代志真要紧的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嘛。咱就是咱诚做上帝儿女，咱就爱守主的教示，咱就爱伫上帝的厅内面这个大家庭爱彼此接纳，而且咱甲主爱有逐工拢有亲密的关系，这真要紧。我常常讲，教会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集合体讲安尼是较好听若较无好听是讲，教会是一个乌合之众的集合体是安怎？因为无论你的年纪无论你的身份无论你的背景无论你的种族无论你的性别，逐个人你若只要欢喜你拢会使安怎？会使入来教会，教会袂使共拒绝无论你什么款的人要来，咱拢会使欢迎伊来。这款呢，这么复杂的人，哪有法度有真和谐的见证？拄则我讲这间教会，一句话就互你感觉讲，哇，足温暖的，我就互你吸引。你想这是毋是一个真水的见证？另外，咱来讲反面来讲，你看到一间教会之外，就是足冷漠逐工会友伫遐咧冤家甚至安怎？暴力相向，哇！我想这大概无法度讲吸引人进入教会所以互相接纳已经是第一个真要紧的完成。第二就是讲，你爱守主的教示甲主亲密的生活见证，这真要紧咱知影，咱每一个人信主了后，拢受称做什么？基督徒，敢毋是但是基督徒是一个统称有信仰安尼遮尔悬真好的基督徒安怎？挂名基督徒那伫咱台湾，咱有时嘛看到一个有的基督徒是安怎？虽然讲伊是洗礼了后是基督徒，一年可能才2-3摆尔有定这过偌济来一摆无亲戚来一摆是圣诞节过来一摆可能是安尼定但是外国人伫外国搁较严重，有的人安怎？讲伊是基督徒，但是一世人才来3摆出世来一摆，结婚来一摆，搁要等于见上帝过来一摆应该是人甲讲入来那安尼嘛叫做基督徒，感觉真无彩。我早起甲咱提醒上简单，咱做一个基督徒爱有的见证是啥物？上少你就爱守主日礼拜日你欢喜来做礼拜你讲信主偌好，但是你也无要来做礼拜我要甲咱讲一个真水的见证，我是这个李春生教会纪念教会退休的牧师这间教会是咧是李春生的长老的孙纪念因的阿公献出来做教会一间教会。李春生长老，你若去看这个你去迄个网站去查，你就知影讲伊叫做乌龙茶之父其实伊对咱北部的经济真有贡献，因为伊对福建甲地震引入来台湾
大先哦实学去做，足有头脑，医生哦拢免接，啊修成好修转来，啊才甲因收钱，啊吼，伫遐制地了后才收吼，甲送去欧洲、欧美吼去卖吼，啊趁真侪钱。但是即个人吼，伊本来嘛是无兴趣，伊是一个真普通的囡仔，因为伊就是有学吼，伫福建甲即个宣教师学英语，啊，所以会当讲吼，即个贸易商一个吼头道吼，做伙来台湾啊，创设吼即个茶叶王国吼。啊，伊虽然足有钱，趁真侪钱，但是伊有一个足基本的吼，的一个原则，就是讲每一个礼拜日咱吼，伊一定无做生意。哦，不管你有啥物人过来，伊就是无做生意吼。啊，有一摆有一个礼拜日，啊，一台迄个吼商船来讲要复活，要买地米安尼吼，哇！啊，伊讲礼拜日啊，所以伊就无开啊。但是边啊，哦，对于做生意、做茶叶生意的这生意人啊，足欢喜讲啊，机会来啊，吼！咱即马来甲即个某人吼，来甲伊打击吼，咱来甲伊打击咱的即个。地米的价钱，咱来降较低咧吼，来卖互即个吼商船安尼吼，安尼过来伊的地米就卖袂出去啊。啊有影，即个商船买地米了就转去安尼吼。啊，李长老嘛是共款收租日啦吼。啊无拍算2、3礼拜啊吼，讲一台搁较大台的送船来啊，讲嘛要买地米，啊遐个生意人安怎，已经拢无安怎卖了去啊吼。敢像李长老有地米好卖吼，但是伊无恶性抬价吼，伊共款是用吼合理的价钱伫遐来卖吼，即个吼卖互即个外国的商船。伊常常爱用即个例吼鼓励伊遮个吼细囝吼，伊遮个后辈吼，收租日，你欢喜收租日，看做安怎，看做要紧，上帝安怎会赐福，就一定安怎临在伫咱中间吼。所以伊出名的家训吼，就是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哦，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顺服我，无简单。吼，因即个家族，伫台湾有2个家族，拢是第一代信主，甲即马吼差不多第8代，要足受祝福吼。第一个就是郭牧师吼，郭祖明牧师的家族吼。第二个就是李长老、李春生即个家族，到今仔日差不多第8代，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吼。伊才事实也是真受祝福，所以我感觉讲吼，守主日吼，做一个真正有使命基督徒吼，这是安怎？这是互教会得众人欢喜真要紧的一个要件吼。所以伫遮大先我请咱做伙想讲，无论你已经信主偌久啊，今日咱坐伫遮，无论你信主偌久，请咱大先思考看觅，咱的生命伫咱的教会。伫咱社会有真水的见证啊无？这是第一项甲咱想。第二项就是讲，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安怎因的教会会受众人的肯定？就是因对家己的所属团体吼有绝对的认同感，吼有绝对的认同感哦。你甲看，伫遐尼早以前讲一摆的报道有3000个人信主，这3000个人敢是一时的冲动？无呢？不是一时冲动哦，你甲看圣经的描写，伊讲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哦，信的人拢组织一个安怎，就一个所在，表示讲因毋是一时冲动啦，因信主了，因无马上就散去啊，因是组织做伫话，组织做一伙，因对因所属这个新的团体吼，有一个教育认同感，我感觉这是最要紧，认同感啊。对家己所属的团体有认同感哦，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因为无论安怎，即款的人，无论伫教会、伫职场，或者是伫社会吼，一定拢是安怎上界受尊敬。我前几日我昨日才对日本转来吼，去看万博吼博览会。我真爱去日本，嘛真欣赏日本这个国家。欣赏是讲日本是十全十美的国家啦，但是因有一项我感觉足钦佩，就是对家己的国家有绝对的认同感。有2个代志会当证明哦，咱若去日本，你去东京吼，东京车站真水嘛吼，你出来徛出来看，遐个建筑物，你看真正会惊咧，迄种足大，拢足
足悬的建筑物。啊，这个建筑物安怎来？你甲想哦，1945年1945年，日本是战败国嘞，他们东京差不多去用炸到要平去哦。啊，咱台湾是算战胜国你看平7、8十年时间建筑，因安尼用炸到要平去的一个都市会当遮尔水的大楼拢起来，这是对倒来，因对家己国家有绝对的认同。第二个来互咱做参考，就是311，2011年日本有发生足大的地震，311大地震。咱若注意迄当阵迄个地震发生了，伫日本遐百姓的表现，你真会足钦佩。遐尼大的地震了后，因的百姓足有特殊，伊袂讲哇去抢草山紧落来弄破啥物无啦。因安尼，政府讲去倒位，就去倒位，倒位伫遐休困，就去遐休困，排队领啥物救助品，就是排队。我感觉这实在是这实在是真要紧认同感嘛是咱台湾上爱台湾咱的兄弟姊妹上爱做伙学习的一个功课。咱台湾人真拍拼，嘛真骨力但是咱对这个土地。徛伫这片土地顶面的百姓，每一个人拢对咱这片土地，无论你是倒位来，拢有绝对的认同感。我确信，咱这片土地，咱台湾绝对毋是今仔日安尼但是我要讲教会嘛是共款，每一个人，咱今仔日坐伫遮，咱是淡水教会会友，咱若对咱的教会有绝对的认同感，大家人拢欢喜安怎？对。为了教会来付出，因为你有认同，你就欢喜付出嘛。你若付出，上帝安怎，就一定会祝福伫咱的身躯顶。这是咱伫初代教会看会到因安怎在付出？第三我要感受，就是讲因真欢喜彼此分享，彼此分享，这是一个真水的表现你甲看，因讲使徒行传第2章第44节讲，因所有的物件拢共用，并且。卖了电sản家业，照逐人的需要去分予逐个人这是啥物意思？表示讲，初代享用信主3000个人，有个人是可能家境较好的，有个人可能是家境无好的。事实来讲，初信主的这兄弟，包括咱台湾，拢是安怎？拢是经济较无好的但是你看，因中间经济好的，因甲因的甲因的电sản卖掉欢喜甲无个人做伙来分享。哇！我感觉即款的精神足无简单的因为人拢是自私的嘛，敢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讲要摕家己物件甲人分享我想济人拢做袂到，但是安怎初代教会的这信徒，伊虽然伊初信主。伊就欢喜甲物件家己所有的摕出来，大家做伙来分享，得到伊嘛得到正人的欢喜。我感觉这个分享的精神是咱一定要放伫咱的内心，嘛是要去发扬光大。因为咱的信仰内面分享是一个真要紧的核心价值。咱今仔日咱坐伫遮，咱甲想是啥物原因，咱才有法度坐伫遮？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欢喜分享伊家己的性命，咱毋才有坐伫遮，敢毋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讲咱的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但是因为咱安怎变成颂扬的，他本来是富足的，因为我们变成贫穷，让我们因着基督的贫穷成为富足。若咱讲伫国外国较会真紧想，就讲是上是主耶稣欢喜分享伊的活命，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坐伫遮咱才有法度成做新创造的人。毋然呢，第二方面，咱今仔有法度坐伫遮是坐着信仰的前辈，因欢喜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性命，咱有法度坐伫遮。我想起一个真趣味的故事，讲咱若去以色列以色列去参观的时阵，迄热天气坐伫个冷气车内面，都要感觉足热安尼毋过有个人就讲，对伊讲好热哦，好热哦。
导游讲，你坐车顶搁好处，顶甲保罗以前因咧团伙拢是用行，伊咧行吼，大家咧跑者，就比因搁较惨吼。真正有影呢，咱今仔日当坐伫遮是以前的人，伊是流汗流血，甚至出钱出力，咱毋才有法度坐伫遮。所以咱会记分享的精神啦吼。分享毋是讲吼。分享毋是讲你就是爱甲钱拢献献出来，毋是啦。分享伫咱的身躯顶，上帝互咱真侪无相款的分数。譬如讲你的经验、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气力，甚至你的信心，也是你的听心，或者是讲干那细细服侍，拢是会使分享嘛。咱每一个人若拢有欢喜有这种分享的精神，教会绝对会当受祝福。我捌甲咱，我毋知捌甲咱提醒无？我讲起即个故事，我捌伫澳洲木月10年，我退休了，转来我拢一直真少人一个阿嬷，迄个阿嬷真趣味，70几岁，伊是医亲，伊的查某囝生伫遐，先移民过去伊无读册伊真爱来教会，伊来教会，大家拢会甲拄着我讲，无事足歹势我也无读册我拢袂晓做啥物请你多多包容我教会也毋是我的上帝发叫你来但是真趣味迄当阵我的教会嘛差不多200个逐礼拜也是拢有主餐，主餐煞迄餐盘有够济，啥物人大先屈伫遐洗碗，即个阿嬷，大概就屈伫遐，就大先好，就开始洗。我拢讲，哎哟，阿嬷卖啦，你安尼70、80啊，你这有少年去做，伊讲毋好啦，牧师，我就干那会晓安尼尔，我干那会晓洗碗尔，我感觉讲有影，上帝伫咱中间，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咱若欢喜，提出来分享，我想咱的教会绝对会当受祝福。咱看教会历史来看你看这咱讲美国的教会，美国教会是安怎开始？美国教会嘛是拢对查经班开始较好个人厝较大间就开放，互人查经会当来食饭做甚物，这班开始的欢喜分享伊所有的。你看菲律宾教会一开始嘛是女子欢喜开放伊的家庭，伫遐开始来建立教会。所以我是感觉讲分享真正是真要紧的一个教会会当受人肯定欢迎的一个真要紧的态度，真可惜啦有的教会慢慢发展，愈来愈大间了安怎？愈来愈毋甘分享我毋知咱教会即种情形无是真趣味有时咱有啥物祭旗有啥物主餐人来食饭，有的有真趣味那做警察安尼一个人讲这新来咱巴东也无来，咱咧庆祝伊就来食饭安尼我拢甲即款的会友讲咱毋免惊人食咱以前讲信主叫做食够的伊若敢来食欢迎安尼较要紧是你有甲伊关心无？伊要入来教会嘛足无简单的伊欢喜来食饭，你有法度甲伊接纳。像我拄则讲迄间教会，有人一记就感觉哇，足温暖，我调咧我无爱走所以咱毋好惊甲人分享，较要紧是讲咱怎样去共欢迎，去共接纳，咱若欢喜分享，其实上帝赐福就要满满伫咱中间。第4项，因安怎？因是安怎欢喜分享因愿意大先满足别人的需要，他们愿意先满足别人的需要咱甲看是安怎讲因欢喜分享，就是因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你看圣经是安怎？拄则咱读一段圣经，伊讲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什么叫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就是看到有人有需要所以我欢喜将我有的先摕出来。我感觉这无简单。讲到这，我甲咱想，甲咱问，就是讲你来教会你来教会，你常常想到是你的需要，还是别人的需要？
还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我感觉这真要紧咱的信仰咱的信仰甲一般民间信仰差伫倒位？民间信仰去拜拜是求家己的好处，咱的信仰毋是呢。咱的信仰，你看初代教会，互咱看到就是讲，我若好，别人嘛会好咧，而且我欢喜看到别人，我本身受祝福，别人有什么款的需要，我欢喜甲伊斗骹手，互伊嘛提升起来这是咱信仰真要紧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圣经讲施比受更有福，其实这毋是凊彩讲看起来是真亏，但是安怎？其实到落尾拢是受祝福。咱凊彩讲几个例，大概咱嘛了解。你讲一个员工伫公司上班，是安怎？是讲摸鱼的员工，还是讲说一做一的员工，还是讲伊安怎？老板无讲的代志，伊份内做了，伊嘛搁去做。我想是上好这款员工会得到老板的欢喜，敢毋是？你讲做老板嘛，共款，你若敢若讲各位员工的剥削较济。迄种老板绝对袂趁钱嘛。一个老板欢喜尽本分，一生照顾员工照顾好，迄个回馈一定愈大嘛。伫教会嘛是共款我讲一个故事，真有意思。讲有一个人受这个伊做民办的时候，伊嘛是去迄个天堂甲地狱参观天堂跟地狱参观看到地狱是什么样的情况？伊讲地狱地狱的亲像讲一块大块鱼肚面顶摆足侪山珍海味但是要食的人面拢臭毛毛，是安怎？拢无快乐，因为呢手机用夹掉咧手被夹住了被绑住了，迄猪足长的，所以伊硬着食物，但是食袂着伊就硬袂着，所以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气到要死安尼，大家人脸色都不好看。但是去到安怎？去到天堂时讲，情形嘛共款嘛是一块大地岛面顶山珍海味，遐个人坐伫嘛是手机用绑掉咧嘛是安怎？猪嘛是嘛是真长的猪但是安怎？天堂的人活了足快乐，管恁伫倒位？因生满足对方的需要。客语长老，你爱食凉鞋来我生意互你食高长老就讲高长老，你爱食啥？食干贝，我硬互你食你长会使硬互你。所以互相先去满足这是一个真你感觉讲来讲好亲像黄片，其实你若详细想，咱举一个例来讲，这个团体内面，若敢若你一个人好，大家拢无好，你会平安无？可能你无平安但是你好嘛去满足大人好，你一定足平安的敢是安尼共产主义那起来，就是为什么只有你好，我们都不好，把你打倒好了大家就使做伙来做伙享受。所以咱圣经的教示真正是真要紧，就是讲先满足别人的需要。你甲看初代教会，因就是欢喜分享，讲欢喜先满足别人的需要。大家人拢受照顾，拢好教会自然好，嘛受人肯定。所以再去甲咱分享的信息，其实真简单，就是要讲教会设立的目的是甚物？就是互肯定互欢喜咱常常想咱淡水教会设立伫遮咱厝边头尾有甲咱欢迎无？若无甲咱肯定，就真无彩。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你看迄庙，啥物人拢去无是去到遐嘛拜一个安尼咱因已经有一个真要紧，互人的观念放伫遐。咱教会嘛是安尼咱教会无论伫倒位设立，都是爱互肯定，爱互欢喜。免互人肯定，就是对咱的表现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咱若欢喜照初代教会这会友的表现，咱好好去努力。咱大声诚做讲，咱是受欢迎的人。我确信咱的教会绝对伫遮受人欢迎，会通肯定，而且得救的人，上帝嘛要日日加添予咱。请咱三讲下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阮真正有何等大的福气，
因为济人还无认捌你的时阵，主你已经警戒阮将做上帝你的儿女，总是主啊！阮的使命是生命，阮绝对毋是单单满足家己的需要，阮着要真正去看到阮四周围还有济人，因需要来认捌你，所以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属你的百姓，知影阮的身躯顶有真要紧的使命。阮也大声伫阮的生活顶面有见证，阮的性命有见证，会当受来欢迎。阮确信，教会无论伫逐所在设立，拢要受祝福，要受人的肯定甲欢迎。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